是扰乱人心的福音，请咱恭敬来领受。六零兄弟平安。今仔日我是受咱新眼光电视台的派来到伫咱中间，甲咱3个礼拜也报告新眼光的事工。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用头拄咱所读的圣经，也就是《使徒行传》第19章23节到41节，咱用3角来思想一个题目：扰乱人心的福音。咱头拄所读的圣经节。是记保罗伫第2次传道旅行到以弗所发生的事。咱知保罗有3摆传道旅行，今日所读的圣经是第2摆这个传道旅行，地点是发生伫以弗所，代志发生的大概是安尼。以弗所人拜一个女神，名叫做阿底米，类似咱台湾咧拜妈祖，咱拜一个女神，不过因的名叫做阿底米。以弗所人为阿底米的女神所起的庙，是古早世界7大奇观之一，起了非常非常水。伊主要建材是大理石，每一支条伊条有127支，每一支条有60英尺宽。伊的至圣所是无厝顶直接通到天里。一些人去以弗所旅游，甲咱即摆一寡习惯相像。爱买遐有纪念性的物件，以弗所人卖这种物件，就是将个神庙银做的细项的物件做纪念品咧卖，用庙做纪念品来卖。买长的人有2种意思，头一种是做纪念品，安尼拿定，讲你看我去过以弗所啊。第2种是甚至有人摕转去咧拜。圣经记讲，有一个专门咧做这款手工艺一个工人，名叫做底米丢。为着2个缘故，一个是为着阿底米这个女神的阳光19章27节，一个是为着因受影响的神理。保罗传道理到迄所在的时阵，叫因毋通拜遐人所做的神明，所以因的神理受影响。为了这2个原因，怎使所证人掠保罗的同工，就是马其顿人加油甲阿里达古。这个纷争到后来，城里的书记出来甲大家安答，代志才煞，证人才散。保罗城伫以弗所互人告，城伫遐发生这么大扰乱，因为伊传一个道理，传一个福音。头拄咱讲过，咱感觉真好接受的物件，毋过以弗所人无法度接受。这个福音就是，手所装的毋是神明。华语的圣经是犯罪，人手所做的不是神。第2节6节，这对咱来讲是足简单的道理，足简单的福音。毋过以弗所人无法度接受，讲听到这个福音伫因中间起扰乱，这是23节所记载。安尼认为，我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福音敢会伫咱的心起扰乱？咱敢毋是讲福音临到咱的身躯顶的时阵，咱会得到平安嘛？是安那这个所在讲一句，人手所做的，毋是神明。这款的福音伫以弗所的所在起扰乱的，咱毋通袂记咧这样事。耶稣基督世界上大福音降落伫这个世间，这个上大福音，也是讲福音本身降临到世间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咧有一个人叫做希律王。希律王马太福音2章3节是记伊讲心内大大不安。所以我常常伫学生工作的时，甲青年人咧分享信仰的时，我有当时爱用一寡较简单的话，互因记掉福音的信息。我常常安尼甲因分享，福音是啥物？福音有2面啦。伊一面是互人，互劳苦背重担的人，到伫耶稣的面前会当得到安息，这是福音的一面。另外一面，福音嘛带来挑战，互遐过头平安的人心内得到不平安，特别是违背上帝生活规则定见，有迄款定见的人产生挑战，安尼才是福音。
所以福音有伊两面性，互平安的人得，互无平安的人得到平安，总是嘛互过头平安的人拄着无平安。福音安怎来搅扰咱的世界，互咱伫无平安的状况中间去思考上帝的话？下面我要用3段来甲大家三角思考。头一个，福音来会带来咱个人活命的改变，互咱感觉过去所做迄毋对，我无爱，我的心感觉讲我以前做迄款的事，我心起搅扰，我要转向上帝所替我安排的路来行。亲像哥林多后书5章7节安尼去讲，若有人踮伫基督，伊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呾拢变成新的。福音会互人心搅扰，气煞过去。我举一个例吼，我头早伫咱的国语礼拜时，我问咱即较青年吼，即华语礼拜即会友，我问因一个问题。我下面要讲黄武东牧师的故事，我问因讲黄武东牧师，咱中间别个人请举手吼，是紧哦，我是讲问因啦，多谢我有看吼，多谢。我问因吼。新加坡遐来的人一个举手，感谢上帝。黄武东牧师吼，新加坡人嘛有人捌，不过迄是台湾过去啦吼。我讲咱本地人呢，嘛一个举手啦吼。所以我即摆要讲是我的感受吼，咱的台湾史小可爱佫加强啦吼。我即摆要讲一下黄武东牧师的一个故事。黄武东牧师伫个会议录中间吼，记者代志，讲伊的皮包底常常摕一个人的相片，迄个相片是李怪的相片。这李怪伫台湾教会史中间是一个足特别的人，我甲大家分享。李怪是清朝的时阵的一个土匪，吼，抢人物件、强奸杀人，无啥物歹代志，伊无做安尼。细汉的时，黄武东牧师拢叫伊怪姐吼。黄武东牧师上爱听即个怪姐吼，讲伊做土匪的故事啦吼。黄武东牧师的回忆录中间讲我常常听到我足爱听这怪姐甲咧讲，伊较早做土匪发生的一寡怪事。讲我印象足深的，伊讲做土匪的人嘛有冤情呢，道义有道呢，伊讲嘛有3步。第一，无抢本庄，我东后寮人，我就无抢东后寮。第二，无杀妇女，无杀囡仔，咧共抢的是人的反抗啦。迄若查甫，我可能会甲。安尼出手甲拍死，但是若是妇女，若是囡仔主动，我袂甲杀死。第三，我无抢农业，这就奇怪土匪也袂得明确讲我是土匪啊！你若知影伊农业，黄武东牧师就安尼甲问啊，伊讲足简单诶。较早诶人，咱莫讲较早，我细汉捌看过啊。咱山里也是较庄脚所在，拢还佫点油灯有无？臭油味足重诶！油灯咱暗时若要休困诶时，为着轻欠，咱的油灯拢拢用花咱毋甘讲规暝点迄个灯总是若是甲我同行诶，伊有那土匪，伊会点规暝。我一看就知影，恁这同行诶，闪过。道义有道，土匪嘛有冤情安尼啦。黄武东牧师爸爸开一间柑仔店。李怪常常到伊的店里安尼摕啥食啥，拢无要付钱，用华语讲都白吃白喝啦。因为伊土匪也无人敢得罪。黄武东牧师的爸爸无法度，伊要摕啥就摕啥呢？讲一直到有一天，李怪过来，摕一寡日用品，摕来甲柜台，要甲黄武东牧师的爸爸讲，小圣圣嘞。黄武东牧师的爸爸都惊一跳啊！迄状况伊煞毋知要安怎反应啦，是要算什么笑啊？伊讲歹势啦，我较早来遮白啉白食，毋知摕偌济吼。黄生，你大概甲我算算咧，包括今仔日摕日用品你甲我算算看总共偌济，我要嫌我清楚。黄武东牧师的爸爸人奇怪，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呢？暗暗甲观察。即个人担莲雾、担芭乐，一家过一家，装过一装，伫遐咧卖芭乐、卖莲雾。对去伊兜因厝，祖先留落来一块地，一块小小的地，已经为篱笆，嘛乌一个古井，伫遐抢水咧压菜，抢水咧压这果子样。莲雾树嘛准备接机，简单讲，伊亲手做正经事。
奇怪代志还阁有啊！我们同无数的爸爸讲，拜六若到，拜六礼拜一定无做工，拜六若到，就无卖菜。啊，去甲庄里人聚集的所在庙前啊，人伫遐咧摇甘蔗吼。咱较早庄里有人足侪人摇甘蔗，一支偌重，啊摇咱到活的人去甘蔗伊个，人摇甘蔗，啊就对众人公道，啊就引经典啊讲道理，讲成事在人，无事在天。啊，恁咧讲的天，就是我所信的上帝安尼。有时佫会摕一个圆圆的丝瓜，啊，伫遐甲大家讲，地球是圆的安尼。我当无数的爸爸吼，看即个人不但行为拢总改变，爱念诗，爱讲天文，爱讲地理，煞紧的调转甲问啦，你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李怪安尼甲讲，吴先生，我已经信耶稣，我已经做是毋对的。伊嘛邀请黄武堂牧师的爸爸讲，你敢会当甲我做伙来信耶稣？但是黄武堂牧师的爸爸传黄武堂牧师来教会是为了这个人，是为了这个代志。伊甲因好，若有一个信仰，互人改变到即款的程度，我欢喜甲你去礼拜堂。黄武堂牧师的回忆录顶头安尼写讲你我会听到伊因好的是目屎流目屎滴，泪流满面。咱来讲即个故事，对台湾基督教教会是一个神圣的故事。因为通过即个人引带黄武堂牧师因一家，咱知影黄武堂牧师后来伫咱教会所做的代志，南部大会合作一个总会时，第一任的总干事认为是啥物人？黄武堂牧师。咱的教会伫1954年到1964年这10年中间，咱有一个背教运动。这个背教运动，互教会对233间变到466间。会友设立人数对59471人变到102943人，什么人是主要的推动者？黄武堂牧师。咱感谢上帝，伊改变，互你我这人对以前做的代志感觉艰苦，心内不安，伊回转改变，也引带黄武堂牧师因一家。我读黄武堂牧师的回忆录，我感觉讲，世间有遮尔感动人的事。啊，等下来有一阵无几个读册，跟黄武堂牧师因爸爸有读册。讲等下来有一阵有12-13户的人，因为黄武堂牧师有读册，佮信耶稣，感觉啊，人迄有读册捌字的人，都去信耶稣，安尼我嘛要来，煞神煞佮带13户人来教会。黄武堂牧师伫细汉的时，伊一个足深的记忆吼，就是讲李怪平时咧打咧舞打巴拉迄个打吼。啊，礼拜日当然无卖巴拉，无卖咧舞啊！啊，即个搭吼，一边下个养子，一边下黄武堂牧师。啊，对东后寮用行去隔壁庄，迄个东后寮啊无够伙，去隔壁庄有台湾去遐礼拜。黄武堂牧师伫个册顶头记上事，我感觉足新鲜个。即摆咱可能拢袂记哩即款代志啊！讲较早礼拜堂吼，是用拍鼓声提醒讲礼拜时间就会到。讲差不多20分钟前，啊，迄鼓声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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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20分钟前，吼，哎，因拐杖啊来脚步较紧，即摆过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哦，剩10分钟，吼，迄拐杖就哪行哪走安尼，则那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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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10点到，因拢坐伫遐准备买礼拜。若有人点入基督，伊要诚做新创造的，旧个代志已经过，但拢变诚做新的。台湾历史的中间，咱知影伫1945以前，1895到1945中间，这是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日本人统治台湾，台湾人嘛有真侪反抗，有武力反抗，总是到1920年以后，台湾人采取用讲道理的集会结社来反抗日本。上要紧的一个组织，就是台湾文化协会。咱讲到台湾文化协会，咱拢袂通袂记哩一个人，迄个人叫做林献堂，吴芳的林献堂。但是而且我最近读林献堂的日记，我伫中间嘛看到福音的好消息呢。林献堂有一间日记安尼写，讲迄早起礼拜日10点，召阮负责人甲潘良伊的大囝林潘良去礼拜堂。
连兄这咱毋通袂记咧，林攀良做咱武丰教会长老做7年半咧。10点，甲我负责人甲攀良去礼拜堂，看见老牧师为未来团甲4个囡仔洗礼。未来团来是来去的来，团是团道理的团。来团本来是一个也博也开的人，旧年渐渐产生悔改的心，接近伫基督教。今仔日竟然伫众人的面前洗礼，宗教感化力之大到伫安尼。林献东先生安尼讲，我的心升起无限的感激。伊讲于之中心生无限之感激焉。我写这个半文言。人若踮入基督，要成做新创造的人。咱伫教会事中间，咱看见这人一个一个做见证，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做新的。新鲜的消息进入心底时，伊会感觉不安。我较早做毋对，我要按上帝所为我备办的路来走。当福音临到伫个人的时，个人会感觉不安，来产生改变。福音临到伫一个团体社会时，社会会改变阿袂？毋通袂记耶稣甲咱讲，恁是世上的光，是地上的盐。光的特色是伫底？光的特色是伫黑暗的中间，光的特色才会出来啊！光才正做光啊！会当引带，会当互人看到，光才正做光啊！盐伫什么所在正做盐？伫会腐败、会烂去的物件中间，盐产生迄种效果啊！伫这个无好势的物件中间，伊伫迄个无味的所在，伊会产生调和，盐才正做盐啊！耶稣讲：恁是世上的光，是地上的盐。恁进入伫社会中间，恁要正做社会良心，像光像盐去改变迄状况。福音进入这个世间的耶稣。上天迄个第一世纪，咱看见讲，基督徒面对的是第一个社会是对一个社会，是罗马社会。基督徒有去改变罗马时代的社会状况有啊。罗马时代因是用运动的名义彼此伫遐相杀，互奴隶甲奴隶相杀，杀输的人顶头问顶头的人看要安怎，顶头咧看的人比安尼，意思是啥物？互死啊！第一世纪的时阵，罗马社会用运动的名义也互相相杀。基督徒互即款相杀的风气改变，互人甲人应该彼此相听。咱来看讲福音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社会，是毋是互伊得到改变？咱看北美洲发生的代志。咱知影北美洲伫遐开拓的人拢对非洲炸真济，咧带真济遐黑人互因做奴隶。咱看见讲反对黑人做奴隶的历史，早期一寡推动的人拢总基督徒。譬如讲，贵教会免遮免咱哋，伊甲一群贵教会会友组成一个联合人道会，关心讨绑黑人的代志。伊家己写批互报纸、互杂志，分析一迄个细本册，反对迄个奴隶制度。伊是伫美国林肯总统的头前，真早真明确反对即个将黑人看作奴隶的人士之一。因为伊的信念中间，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咱若拢是上帝囝儿，咱彼此是兄弟姊妹。咱若是兄弟姊妹，咱就无法度用种族甲皮肤的色地去分别你我。贵教会这兄弟姊妹因对黑人所做的感人的事业。其中有一项就是讲，当这黑人对美南开始走，东边要走到宾州，倒手边西边要走到 Kansas， 北边要走到大湖区，甚至越过大湖区到加拿大，一边路我就走遐尼长，因就去到这贵教会会友所去的厝，伫因的厝会设足一个暗门，天放啦，上地下室足一个暗门，甲藏到迄个所在，相关的记录，一个会友的厝捌藏100外人。通过这中间站平安了后，会当通过这平安站一直往东边去，一直对西边去，还是一直对北边去？这款代志当然，遐黑人的主人加减会风声啦。就走来到这贵教会会友门口，双手一插，就讲我的奴隶有伫遮。讲这贵教会的兄弟，
安尼应遮乌人的主人，遮一个路咧都无。因袂感觉家己白惨，惨甲拍坏的人，伊嘛讲，阮遮一个路咧都无，是安怎？阮遮拢遐尼姊妹啊，阮遮哪有路咧？福音真正诚侪光，诚侪盐，伫北美的所在。你听这，咱想一项代志。福音进入台湾1865年，北部172年，有诚侪台湾社会5万。福音有诚侪光，诚侪盐伫咱中间无？我记者咱差不多要袂记咧代志，互查某囡仔读册，这男女平等吼，对清朝其实一直到今仔日也无完全平等啦吼。直到今仔日伫财产的分配、伫教育重视吼，我加加减减会听着讲查甫囡仔较含慢读册，查某囡仔较好读。咱中间还佫有人会讲啊，颠飞飞对教去安尼吼。到今仔日还佫无完全平等啦吼。不过咱感谢上帝。伫咱即个土地头一摆举去改革的旗啊，讲女性嘛有上帝的形象，伊嘛有做一个人的尊严，伊嘛需要受教育。是啥物人先开始？教会先开始。我甲大家分享讲述，伫清朝的时阵，你若要读册，三个条件：第一个，恁爸爸好野人，吼，才有可能互你读册；第二，读到12岁、13岁，啊，就免去读啊。迄个母亲大人膝下，迄几字看有安尼就会使。恁囝写尾互你看有，安尼就可以啊。啊，第三，读的内容是读啥物呢？三从四德的物件。女性如何去附属伫男性，成做伊的附属品？读安尼物件，读到12、13岁停起来免读啊。这是伫清朝的时阵的主义的教育。咱看1882年伫南台湾发生的这样代志，长荣女中开学了，中路开始要招学生。1886年11月，咱伫教育公报顶头刊上招生简章。迄份招生简章，甲迄阵的南台湾遮的基督徒讲，也是讲遐有意向要来读的人讲，恁上少来读爱几岁？即个网大眠床被笑，拢总毋免扎，你家己的衫扎来就好。哦，来会记你扎2个假当银，扎2个假当银，毋是要纳学费，学费毋免。即2个假当银是要做你的伙食的路用，你食饭钱。我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吼，我头一摆带学生囡仔读这篇文章的时，我毋知影啥物叫过当银。咱中间有人知影啥叫过当银？我看足侪翻译吼，拢翻做2元，2个银元。小可用好过啦吼，原文是写过当银，我后来才知吼，我去查足侪台湾金钱的演变史吼，我才知影清朝的时阵的钱吼，迄钱内面钱的成分做了较足的，下伫水里会沉落，迄叫做当银，过当银叫做好钱。钱的成分做了较少的，下伫水顶头伊会浮起来，迄叫做歹钱，吼。咱的招生简章顶头讲，爱扎2个假当银来贴伙食路用。安尼1、2、3、4列到第7条，就由我念互大家听。中女伫1882年所写的招生简章第7条安尼记：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毋通有白骹，若已经白了的，大声就家己偷。咱感谢上帝。这是一份女性的宣言，这是一份偷白的宣言，将束缚伫女性顶头迄种束缚给偷掉，肉体束缚偷掉，精神的束缚嘛给偷掉。伫中女伫北部的这个淡水河教什款的课程，教英语、教数学、教生物、教体育等等这款的课程，我大家，我甲我学生分享讲书，今仔日嘛甲大家分享讲书吼。你去看《浪淘沙》。即个电视咧演蔡阿信的故事，蔡阿信的故事，台湾头一个女医师嘛，吼。恁甲想象吼，蔡阿信是1896年出世，伫日本人起来以后出世，吼。蔡阿信若出世加早10年，读的是清朝的时，迄个12、13岁读迄个讲你是男性附属品，迄种的教育，伊会做女医师，也是读
英语、数学、生物、体育即款的课程会做医师是对一个？是中路这个嘛？敢毋是？咱的信仰的旅程的先祖，是通过这个课程去看到全世界，是通过教会用听心所办的教育去看到文明。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毋通有白卡，若已经白了的，大声就该跑。恁是世上的光，恁是地上的盐。光爱伫黑暗的中间，互人看见光；盐爱伫无味的所在，会腐烂所在起伊的作用。上帝帮助咱，互咱无论到伫什么所在，真正虽然会起搅扰，毋过神圣的搅扰，要互咱行上帝所喜爱咱行的路。但最后一个，福音毋若伫个人的心态产生搅扰，伫社会产生搅扰，福音嘛伫咱的伦理原则甲咱搅扰。恁讲张老师敢有即款的事？恁想看觅？马太福音书记讲耶稣安尼讲，讲恁听见有诶讲，若是我甲恁讲，会记哩哦。恁听见有诶讲，迄拢是古早诶伦理哦，用一步行一步哦。你拍我诶目睭，我乌你乌我只手边目睭，我乌你倒手边诶目睭，你乌我点仔角，我就掘你诶路安尼哦，一步行一步哦。恁听见有诶讲是即种诶伦理哦，毋过耶稣诶伦理，伊讲若我来新诶时代，新诶伦理是啥物？若是我甲恁讲，耶稣特别伫马太第5章38节以下，伊安尼讲：有人拍你正手边，连倒手边也互伊。耶稣安尼讲：有人想要告你，要摕你诶内衫，连外衫也互伊。耶稣安尼讲：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你就为伊行第2里。这是行第2里路诶伦理。这是新的时代伦理，这是挑战的伦理，这是咱中间起了真侪新型的搅扰的伦理。我想迄个搅扰一直到今仔日还佫无停煞。我真爱甲人分享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到31节。这段圣经记财主甲列撒罗的故事。圣经记讲，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列撒罗伫伊个厝门口，迄是一个乞食，咧讨饭的，咧共分食。圣经无记讲因两个安怎互动，不过圣经记讲，即个列撒罗后来，即个列撒罗后来到伫阿伯拉罕的身躯边，即个财主后来去互下伫阴间。圣经敢安尼记。阮遮读神学的人有当时较搞怪，奇怪，即中间一定发生啥物代志，无他两个人后来差别遐尼大。阮就甲做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想有意义，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吼。这故事是安尼讲，讲有一天吼，这个财主吼，甲上帝阿弟辩论，讲上帝，我无拍过这个人，我嘛无踢笑过这个人，我连一丝丝来讲看袂起的眼神嘛无下伫伊身躯顶。我什么都没做，伊讲我什么都无做呢？讲上帝安尼应迄个财主，一个艰苦人伫你厝的门口口，你什么都没做，迄就是你的罪啊！伫新的伦理的世代，毋准咱面对一个受伤惨重的人，无淡薄仔怜悯的心。看到艰苦的人，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应答讲，我伫遮，请找我。伫新的伦理中间，毋准咱做即款的代志。福音来，我要搁强调一摆，咧引起神圣的搅扰，伫咱个人的活命，伫社会中间，嘛伫一般伦理法则。有人讲耶稣基督是革命家，这若是革命，我相信真正带来革命。愿上帝迄款互咱的搅扰，不是伫咱的生活中间，互咱哪行哪亲像主所喜爱的款式，当心来祈祷。你要上帝，今仔日是属于你的日子，愿感谢你。为了即天，阮会当休困来感谢你，阮会当放落工作甲
代志，互身体放松，心智换新，心神坚强。为了这个，愿感谢你。为了会当到主你的殿来敬拜你，愿感谢你。为了我放落所有的话语，将一切思想单单集中注意伫你的身躯顶，愿感谢你。主，阮特别为了你的圣会来感谢你。阮伫教会中享受的团契生活，阮献上阮的感谢。为阮你所备办的造就，伫阮生活中，阮得到引带，主，阮感谢你。阮也特别为了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所听到的道理、所吟的诗歌，伫你面前所做祈祷，献上阮的感谢。引带阮，愿伫过来的一礼拜中间，甲你同行，无离开你。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咱拜托咱。